听一个歌。With back to school season, Grammarly is a student essential you need to download. So they currently have a 50% off promo sale for students if you upgrade.心醉的伊，随着音乐跳着孤独有半相思，写一条明信片，不知要寄倒位。啊，西北的雨半边风吹微微，点一杯乌咖啡，可惜无味。好，咱开始。芭比你转来哈，欢迎。要甲咱小解一下你即撮的行程无？无讲话，好，袂要紧。咱继续来看。教育公布第5期第2页，歹势，郑秋平这边哈，郑秋平这是第几段？1、2、3第3段，李定炎讲的哈，来，咱甲李定炎讲的部分，搁对头开始读起哈。当一个人要紧着读圣册、捌道理，要互人热心，拢着对圣册。若毋捌圣册，有时要苛刻人，嫌无热心，人就要拄伊讲，恁也毋捌吼。咱昨昏看到遮啦吼，学即个拄字吼，讲即个夜饭时拄猫吼，啊有两层意思啦吼，一层是家己点的意思吼，讲就是算人甲你吐槽了，你搁甲吐转去安尼吼。啊，另外一层意思是昨昏三年分享的另外，敢若是伊伫个，反正就是人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典故讲意思你摕无价值的钱去赌人的笑安尼吼。好，我昨昏老高讲啥，但是嘛毋是老高讲说，我一直讲我反对文言文教育，反对教人，反对踮遐咧考成语安尼吼，四字成语啦吼。当然我毋是反对你去学啦吼，我是反对你，譬如讲你伫咧创作的时阵，你咧写文章的时阵，啊，这是评断一种评断，就是啊，我着用四字成语来表达安尼就好啊吼。啊，这是一种评断的做法啦，咱开罐头相款嘛吼。学会使学啦，因为你会使学足侪物件嘛吼。啊，但是你本身你创作，你要表达你的意思时阵吼，尽量都莫用安尼啦吼。这是我的想法啦吼。啊，我要讲的是啥？譬如讲咱咧学台语的时阵嘛，我知影足侪人嘛就爱学讲啊。台语足侪什物俗语啊，吼，俚语啦，吼，谚语，吼，比如讲这什物夜饭时拄猫安尼，我嘛是相款的态度。我感觉你会当学，但是吼，我认为
无迄个必要讲你一定爱答辩都摕即种摕出来讲安尼吼。就是讲你本身你若无法度创造或者是你本身若无法度创造一个像安尼遮尔活跳的词、白话词、白话言语、俗语吼，你就是讲你拢直用别人的吼，这毋是好啦。我认为安尼无好啦吼。好，咱继续。人就要除以讲恁也毋捌吼。讲你若家己毋读圣经，要苦劝人读逐个嘛认为讲你家己都无咧读吼。论到道理的关系，毋是牧师参传道理的人若定吼。论到道理的关系，你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吼？就是讲要捌道理，毋是干那牧师参传道理的人捌就好啦吼。长老也通问吼。长老也通问，意思是所以即句话意思是讲，若要论到道理，毋是干那会当去问牧师，还是讲问传道理的人，你嘛挺好去问长老吼。所以着体贴传道理的，讲了也咱若得讲的时，约束兄弟静静听，讲煞着叫兄弟自执来问。我毋知伊伫台话讲这要创啥。好 ，OK， 咱继续看咧吼。蔡团吼，即个人的名姓蔡，名团吼，是蔡团讲。团可能是好团的团吼。安晓日自执，的确着约束兄弟，毋通滥散讲遐个无合宜的话。安晓日自执吼，犹太人讲的安晓日是，因是拜六啦吼。就是拜五暗日头落山以后，敢若是拜六暗的时阵啦吼，这算安晓日啦吼。因这是犹太人是照圣经内底规定吼，守安晓日。你若有兴趣，你去看，敢若是民数记吼。民数记内底有写讲安晓日爱做啥？毋是安晓日袂使做啥，袂使做啥呢吼。但是基督教就无遐尼侪禁忌啦。但是因讲的安晓日其实是礼拜日吼，毋是拜六吼，是礼拜日。你听你看这礼拜日即个词嘛，知影这是就是对基督教传过来，对西方传过来嘛吼。礼拜日做礼拜迄一日啦吼。伊讲安晓日自集吼，自集就是聚集吼。即你若较早袂晓念咧，今仔日学起来吼，自集因为伫基督教内底即词用足多嘛，因定来咧自集嘛吼，主餐聚餐吼，主餐，所以即个自字吼，会晓念吼。好，自集的确着约束兄弟，毋通滥散讲遐个无合宜的话吼。意思讲，伫礼拜日的时阵，你来做礼拜，逐个自集吼，莫踮遐嘻嘻哈哈，还是都讲人的歹处吼。意思就是安尼吼，互上帝无欢喜听吼。你讲一寡迄歹听的话吼，上帝无介意听吼。亲像咱无欢喜听世俗的话吼。传道理的人参长老，着三带去找兄弟，免得因冷淡吼。我即句佫讲一遍，传道理的人参长老，着三带去找兄弟，免得因冷淡。你若有去教会的人就知吼。我手机也无电，我摕一下充电的线。你去教会你就知吼，你若一工仔无去吼，一
一个礼拜你无去吼，可能你的小组长甲迄个牧师就来甲你相找啊吼，就来甲你问东问西啊，即礼拜好无啊？哪会无看到你哈？哦，就是目的就是这啦吼，即句话讲啊足明诶吼，惊你冷淡去吼，惊你以后拢袂来吼，也着到别庄讲道理吼。除了讲，踮咧本庄你伫个教会即个本庄遮你传道理，你就是爱甲上帝话传出去就对啦。囡仔也着伫礼拜堂读册吼，兄弟着欢喜三帮赞，毋免倚靠老母的教诲。老母的教诲应该是讲母会啦吼。人读册若亲人读册若亲，就若熬引带人吼。意思是讲，你圣经若读了有熟，读了有深吼，就更较有法度通引带人吼。我看这是歹讲啦吼，有人是诚晓讲啊，但是人听无感动啦吼。哦，这读过就好啦吼，这无啥物事通好讲。好，过来是伊姓五礼智吼，礼可能是礼貌的礼啦吼，我摇啦吼，智可能是知识的智吼。五礼智讲，咱看圣册几若所在，好，继续看后一页。咱看圣册几若所在，就知咱的主无一条白米，不过是要紧人的灵魂吼。咱即个一条吼，一条，咱已经伫遮看可能第3遍、第4遍吼，即个事啦吼。所以我尽量讲个，你若看圣经或者是今仔日伫咱读到的广播吼，足侪词就是一再出现吼，伊会定定直出现吼，因为因较用就是这几个词尔吼，啊，所以你就会当伫遮对即寡词会继续熟的吼。啊，所以我就捌讲个吼，读圣经甲教会讲，圣经是我所知影白话字文本内底上好读的，上简单读的，然后其他我读的有诶拢有诶足辛苦啊，因为你有时啊看毋知你伫写啥吼。就知咱的主无一条白米，不过是要紧人的灵魂吼。保罗、彼得拢是安尼吼，伊这是甲圣经内底的主要的人物啦吼。保罗甲彼得吼，彼得是耶稣的学生吼，啊保罗毋是啦吼，其实保罗毋是耶稣的学生吼。保罗阁是较早，因为保罗是较早捌迫害耶稣的一个犹太人吼，啊后来伊因为各种信仰吼，信仰的神迹啦吼 ，miracle 吼，各种信仰，所以伊就信耶稣吼，而且做个心里传迄个耶稣的道理吼。那迄阵耶稣已经无伫啊吼。你若去看新约圣经吼，就是后来即个耶稣以后即个新约圣经吼，内底几若本是保罗写的吼，新约圣经内底足侪本子是啥物啥物罗马人书啦吼，迄拢是保罗写的。其实我一直感觉讲，其实基督教后来是等于是保罗教，就是以保罗的所对教义的规矩做为主安尼啦吼。就是讲其中无共教派后来其他教派失势嘛，就是保罗即派继续传落来。好，当要兴起即个地银请先生的代志，地银大家佫知无？我记得进前咱有讲到迄个，就是
捐钱有无款，讲叫做啥物地，我家己较早袂记，歹势，我家己才袂记啥物地啦吼。敢若是第4期诶时阵吼，地缘啦吼，歹势，我家再想起来吼，无先漏开，家己才袂记吼。伫个迄当阵，伊讲因用即个地缘即个词来讲募款吼，就是即嘛咱会讲诶募款，伫个即个教育公布，伫个第4期诶时阵，用一个词叫做地缘吼。啊，即个地缘我相信嘛是差不多即个意思吼。伊讲当要兴起即个地缘请先生诶代志吼，就是兴起为虾米会讲兴起呢？我无理解吼。咱继续看吼，传道理诶人毋通住伫厝内读册吼，因着去找兄弟，也找世俗人。好，即段到底什么意思呢？伊讲，当要兴起即个地缘请先生诶代志，咱确定一下吼。地缘，查一下地缘诶意思，是毋是我拄则讲诶？是毋是相关是地缘诶意思吼？第5声银，第5声吼，你若听即个声音是唱悬起来吼，就是第5声吼。第银吼，即个第5声，西好把比高就是第5声吼。无地银啊吼，我看是毋是无共腔口，因为泉州腔是地云啊吼，嘛无啊，看是毋是地云？哦，有地云就找着吼，无共腔口啦吼。所以你若找地银无啦吼，漳州腔无，泉州腔就有啊吼。啊，阮老泉腔是地云啊吼，哦，这真歹发音吼，地变地吼，银个云叫做云吼，地云。好，你看大理大书店的规说就是简单吼，就是无关吼。啊，所以讲起，伊即只讲，当要兴起即个地缘请先生的代志，啊，这个兴起什么意思？兴起是什么意思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伫遮讲兴起呢？复兴起来叫做兴起，问题是伫遮讲袂通啊吼。伫遮讲，当要兴起即个地缘请先生的代志，传道理的人毋通住伫厝内读册吼。意思讲，你莫家己读啦吼，你因着去找兄弟，也找世俗人斗阵读啦吼。好啦，这读过就好，这无了解意思不要紧啦。兄弟若有伫看路，兄弟若有伫看路，就甲因安慰，就是讲兄弟若有犯啥物烦恼啦，即个看路是讲啥物烦恼吼，就甲因安慰吼。兄弟若要趁世俗，就较毋敢吼。意思讲，你著甲安慰伊，伊若要趁世俗，就是正常讲吼，顺趁世俗的代志吼，顺趁上帝还是顺趁世俗吼，就较毋敢，因为豆豆有人来，因就惊吼。即个豆豆是，阮是用法是看来的意思吼。啊，即个豆豆变成讲定的意思咯，读起来变成是安尼意思吼。我即段搁读吼，兄弟若有伫看路，就甲因安慰。兄弟若要趁世俗，就较毋敢，因为豆豆有人来，因就惊吼。为虾米讲豆豆有人来因就惊？TAUH， 先看找一下豆豆吼。
哦，所以豆豆有两种意思咧，真正有定定的意思呢吼。我搁真正今仔才学着吼，豆豆我知影的是豆豆来吼，阮的腔口讲豆豆来，啊，就是看看来，看看是豆豆来吼，慢慢来吼，慢慢来啦吼，温温啊来，这就是豆豆。啊，但是伫即只有另外一个意思吼，这大理大书店修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定定吼，定定就是 often 嘛吼 ，frequently 嘛吼。啊，伊讲所以即只讲，就是我拄则讲我摇的嘛，定定，因为定定有人来，因就惊嘛。意思讲，恁的兄弟若想要顺探细俗，啊，因为定定有人来甲看，定定有人来甲检查就对啦，纠察队吼，定定来甲检查，伊就惊，伊就毋敢去顺探细俗啦吼。啊，即种方式去。好啦，我莫批评人，伊就安尼讲就是啦吼。伫桥仔头有趁即个法度吼，就有侪人过来。伫桥仔头有趁即个法度啦，就是讲因桥仔头就是用即个方法咧做啦吼，所以侪人会来啦吼。阁有人常常伫讲，外国人来传道理是好，不过即个鸦片是毋好，这是啥物意思啊？外国人来传道理是好，不过即个鸦片是毋好。OK， 我了解意思啦。意思是讲，意思是讲，有人咧讲啦吼，讲。啊，外国人来传道理是真袂歹啦，啊，毋过因，你看这是当时啊，1885年嘛吼，鸦片战争是当时，歹势我袂记吼。意思因拢卖鸦片粉互台湾人吼。不过即个鸦片是毋好啦吼，但咱袂我相信即当阵应该阁是有食鸦片的足侪吼，因为甲日本时代嘛，鸦片阁无法度禁止嘛吼，一直到足晚期的才规个全面才禁掉吼。但咱袂会去劝遐个外国人，不过通祈祷，不过通祈祷上帝，互因毋通再来。但咱袂会去劝遐个外国人，不过通祈祷上帝，互因毋通再来。我真正无理解即段到底是讲啥。我毋是讲即句话毋知啦，我是讲伊个背后到底是啥物故事，咱实在是毋知吼。为虾米外国人搁再来吼？是因内底传道理的人咧卖鸦片。莫名其妙。好，继续看来吼。过来是萧香烟吼，伊所讲的伫咧大会发表的话吼。你若进前无得到，无入来听吼，咱这第5期呢是头前第1啊、第2啊拢咧讲因进前开大会的一寡记录吼，所以拢即只拢甲因讲的话记伫即只吼。烧香烟应该是就是香烟迄个烧香的迄个烟啦吼，我咧摇啦吼。圣册记载先知人有时有禁食 ，OK， 好，等下来看啥物叫禁食。救主有禁食，也讲后来伊的学生也着安尼吼。马可福音第2章第20节。圣册记载先知人有时有禁食吼，禁食比如讲无食早顿，反正就是禁食吼，无食物件啦吼。华语叫禁食嘛吼，禁止食物件吼。圣册记载先知人有时有禁食吼，先知就是伫个旧约内底有一寡先知啦吼。
譬如讲啥物人，摩西应该就算。吼、搁有一寡先知，先知伫咧旧约内底，先知敢若就是讲伊会传甲上帝的道理传互一般的犹太人，迄寡人就是叫做先知吼。因有时有禁食，救主有禁食，也讲后来伊的学生也着安尼吼。即只救主应该是讲耶稣啦吼，讲耶稣我有咧禁食讲学生有哪禁食吼。有兴趣家己去看马可福音书第2章23吼。拍算礼拜日早起着禁食吼，替证，这是一句啥物意思？替正教会甲世俗人祈祷吼，替正教会甲世俗人祈祷吼，因为即个正后壁加一点迄个可能是音无好吼，加一点我都想讲到遮就断去吼。替正教会吼，毋是替正吼，替正教会甲世俗人祈祷，因为迄早起无煮食，较好约束。家来，互伊安尼，互伊安静吼，较好约束家来，互伊安静。这因发言意见吼，看过就好。五家某讲，姓吴，我奇怪吼，阮较早即个发音姓，阮拢发音有即个鼻音跟吴吼，即只拢吴吼，我知影。你若去查监视电视，无啦吼，我查者吼。有五甲五两个音啦吼。你看迄个教育广播拢用无鼻音的吼，但是阮发音拢是有啦。我惯是讲吴家某讲吴家某啦吼，家某就是chicken嘛吼，毋是hen嘛吼，就是鸡卵啦吼，鸡卵你捌听过无？鸡卵鸡啦吼，阮的腔口叫鸡啦吼，鸡卵。NOA 第5声，我先查鸡卵看，因为泉州腔无鸡卵，真正无我拢讲鸡卵，迄只无。来查一个啊，监视点卵。还是阮读走纸去啊，所以我写毋对去，声调可能毋对去。卵，对啊。哟，真正无呢。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找者吼，用英语来找吼。hen嘛吼，我记毋对无。鸡母，敢若鸡母尔。真正拢无。我另外找一个叫做这只毋知有无？大英夏英大书店吼，夏英大书店。相款用英语全部查hen一篇鸡母真正无诶你若有听过再甲我印一下声啦吼。阮讲鸡卵，竟然伫咧书店拢查无吼。好。
那个桑尼讲伊买菜定定听到。对啊对啊，我即一个足接应的一个词，结果我伫遐完全找无，我毋知影是倒位出找吼，因为用迄嘛找无啊，所以我着爱用啊，着鸡母啊，着鸡母袂鸡母尔，无别个事啊。好 ，OK。好啦，我毋知为啥无收啦吼。咱转来遮吼，讲看有啥物主动的毋是，歹势，倒大家对。拄则是五家母嘛吼，伊个名就叫做家母、鸡母啦吼。所以才想着讲鸡卵啊。OK， 有一项大主动，较大面是因为新港社人的教会伫圆池吼，圆池即个词即嘛可能足侪人毋知影意思吼，等下来查者吼。伊讲有一项大主动，较大面是因为新港社人的教会伫圆池。好，咱来看圆池啥物意思吼？圆池高高甜啦吼。圆第五声，歹势吼，n 爱拍出来吼，伊拼音吼，甜 TINN 第五声。吼，圆甜我拄仔讲高高甜嘛吼，高高甜或者是复杂吼，就是圆甜吼。做圆甜就是落屎哦，即个病叫做圆甜，我哪会使讲做，就是即种病，就是落屎症。我毋捌听人安尼讲诶，做圆甜。看一下日文版，圆甜伫倒位啊？伫遮圆甜吼，有两个解说嘛吼，一个是拄则讲的高高甜嘛吼，モッツァレル、マツハル吼，或者是复杂なコングラカル。伊无例句啦吼，就是复杂的意思，或者是高高甜的意思吼。另外是边慢性炎药吼，性下痢吼，就是落屎啦。啊，所以做圆甜就是落屎吼。OK， 所以就是安尼无毋对。好，伊讲有一项大主动，较大面是因为新港社人的教会伫圆池吼，咱毋知影故事啦吼，伫安尼讲，咱就安尼听吼。翁某两个拢属教会，若要料理，因为小可的阴单就放伊去。翁某两个拢属教会，若要，这应该是了吼。料理，即个料理即个词我看无，所以毋知伊意思。因为小可的阴单就放伊去吼。好，咱先看一下料理当测着无？啥物意思？LIAU 了 ，LI 第七声吼，了第二声，哩第七声吼，了哩。OK， 你有呢？但是顶有收呢，了哩就是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吼，了哩，袂了哩，袂得了哩，袂了哩就是无法度断绝关系嘛，会得了哩就是会当断绝关系嘛吼。我看日文版有啥物其他解说吼？昨昏阮看，比如讲看家己吼内底即个词，家己内下底足侪
例句啊，但是迄个汉文版伫咧线顶汉文版无写出来吼，足拍算的啊。迄个例句足趣味的吼。啥物家己骑马，家己画道吼，家己饲娘我真袂记饲娘啥，无拄吼，迄个顶哪叫啥？我一时也甲袂记。好了字吼，我意思就是讲，有时啊你得现一下迄个日文版，你莫直接看汉文版，鬼术看过就准煞，安尼有时啊你会迄个绕有一寡足趣味的物件，你会互你绕到去吼。关系长绝吼，无了字，袂了字，或者是袂得了字吼，所以就是干那安尼尔。了字吼，了字。好，伊讲翁某两个拢属教会，若要了字，吼，若要了字，意思安怎？若要离婚啦吼，因为小可因单就放伊去。若要了字，因为小可因单就放伊去。翁搁牵世俗人，就煞变世俗的款。某也是安尼。OK， 伊即段吼讲的应该是发生伫咧新港社的代志啦吼。啊，即段意思就是讲，有一对伫咧教会内底翁仔某因要离婚嘛吼，因为小可因单就放伊去。即个放伊去是指啥？我无解理解吼，就是讲小可因单即个词爱学起来吼，因为小可因单就是原因嘛吼，因单吼，因为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吼，因单 ，INTOANN 吼，因单。我是倒位无拍着，因单 TOANN 对啊，因单。代理店，我即摆这是代理店还是监理店？对，代理店无收，哪有可能？好，看一下词台语。10:过7吼。代理店是有收，但是伊的写法竟然是 TUANN 哦。即嘛 TUANN 毋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写法吗？所以嘛毋是啊。我毋知影为虾米啦，我明明拢写对代理店无互我无拍出来吼。但是嘛袂要紧啊，就是因单就是原因甲理由嘛吼。原因甲理由，理由嘛吼，原因甲理由。因单。因单原因甲理由呢？应该无其他的啦吼，小看一下就好。伫遮吼，原因甲理由吼，因单起理，因单起理，因单起理。好，我搁看一个啊，别本子吼，代理新事书因单原因因单，原价是啥物因单吼？例句学者吼，原价是啥物因单吼？所以所有的理由原因，你拢会使用因单即个词来讲啦吼。哇，真趣味吼！
找台语吼，即嘛连一寡文献内底有出现即个词诶，伊嘛拢甲找出来、飘出来互你看吼。比如讲，云端伫《出西线》即本小说内底吼，出现遮侪遍。出西线是应该是白话字台湾即边白话字上早诶一本台语小说吼，应该是啦，因为进前应该无啊啦吼，我若无记毋对啦吼。啊，即本小说真好，袂歹看吼，我真喜意吼。啊，而且伊诶用词吼，伊诶文笔的功力足好诶吼，所以伊所写诶迄个画面拢足活跳诶吼，互你感觉我就那个伫你面头前你搬一出戏安尼吼。啊，所以你若有机会当来看即本书吼，出西线吼。我也未看了，我已经看几啊年啊！我逐礼拜看一滴，看一滴，我喊另外一个学生吼，啊，足好看吼。出西线，好，内底足侪音段吼。好，继续。好，为什么音段讲到遮去？吼，讲就是伫咧新港社即个翁仔某，一对翁仔某，因想要了离嘛吼，若要了离，因为小可的因端就放伊去。我毋知影是因为小可的原因，就甲婚姻放煞去啊，是毋是即个意思吼？翁搁看应该是啊，因为你看后壁结果是翁搁牵世俗人吼，意思是翁搁娶一个世俗人啊，就算变世俗的款吼，就是无搁去教会啊嘛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啊。某也是安尼吼，某嘛是发生安尼代志吼。内山市的教会常常因为安尼伫搅扰吼。内山市的教会我毋知影是倒市的吼，但是咱之前有看一寡地名吼，伫咧山内底一寡教会吼。内山市的教会常常因为安尼伫搅扰，比如讲目沙，就是伫咧山内底吼。啊。讲即个教会内底定啦，因为安尼你出代志吼，迄是你讲嘿。我讲话敢清楚？有清楚，你讲。好，我迄阵我知影，若讲翁甲某因若讲离的，会就是讲伊拢不爱去教会，伊想讲啊，阮某正常会去教会，我若即马去会拄着真好，啊，可能某嘛是安尼想。所摆讲安尼上无好，若离的吼，两个拢袂去，无拄着，应该是安尼。是，对啊，就是绝对的，莫讲要去教会啦，就是讲敢若离的即项代志，都已经拍伊个关系，就拢拍歹去啊嘛。啊，恁教会内底是要为着对一边啊吼。拢毋是嘛，啊，所以其实因基督教其实是照因的，你若要照耶稣伫咧圣经内底耶稣基督所讲的，其实是袂使离婚啦吼。好啦，这莫讲啦，这无必要讲吼。好，你若有兴趣，家己去献嘛吼。伫咧四本福音书内底应该拢讲着吼，讲。你袂使甲你的某离言离掉就对啦，吼，除非伊有犯奸淫啦，吼，即种罪。好，咱继续看咧，吼，内山市的教会常常因为安尼伫搅扰，所以伊即嘛讲的即拢是共款的代志啦，吼，讲迄个新港社人迄边教会出即代志，吼，搁一项吼，圣册讲，丈夫做头。着听某，歹势着听某吼，毋是听某吼，伊绝对袂听某的啦，着听某。当因伫遐去互某，当因伫遐去互某招所生的囝是食老母的儿性，若拄着要参伊煞，囝着行因某，即个代志真正废去。吼，搁一项吼，当然搁伊遮搁一项的意思是讲，除了因即个翁仔某离婚离缘了后，吼，伊即遮用的词是了离吼，了后就无去教会，啊，教会因为安尼产生一寡纷争吼，啊，
性质讲，着疼某，等因伫遐去互某招吼，所以所生的囝是食老母的儿时，啊，当拄着要参伊煞，囝着幸因某，即个代志真正废去吼。若无官府甲因了理，即只是即只是了理吼，歹势和拄则了理无共，可能无共意思吼。伊讲若无官府甲因了理吼，惊了人无法医吼。意思应该大概理解啦吼，意思是讲要离婚啊，因为即种代志产生一寡诚复杂、诚歹处理的代志嘛吼。啊，若无官府来料理，所以就惊了无法医。意思简单，咱即嘛爱学的是伫台语的表达的方式吼。伊即只讲惊了人无法医吼，伫台语会当安尼讲吼。叫做华语叫做倒装句啦吼。惊了人无法医，就是惊人无伊的法吼。惊人摕伊无法度啦，那他没办法，都摕伊无法度，这是华语的翻译吼。惊了人无法医，这才是台语的迄个较正版的讲法吼。或者是惊了人无依法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看你要安怎讲落去吼。惊了人无法医，也是惊了人无依法吼。华语叫做拿他没办法吼。啊，伫台语就免拿他嘛，你就直接惊了人无法医，也是无依法就好吼。免拿他吼，免搁甲迄个拿他摕来台语来用啦吼。吼，惊了人无依法。就问迄个无法医，这个医是医治的医的意思哦。哈？歹势，你讲啥物？伊拄则就是讲惊了人无法医，无法医啦。啊，好，我知影这个医啦，是迄个会讲迄个代名称啦。我想讲迄个医是讲医治啊，我即摆知影意思啊。嘿，毋是医治的，毋是医治的意思吼，是。就是医我。是你我医的医啦吼。啊，因为这是爱读医啦吼，当然无法医会使，无法医就是甲读轻声，啊，就是迄个飘音就是发后壁爱两画无法医吼。其实咱平常时讲话会较惯势安尼吼，无法医吼，我无医法，还是无法医啦吼。看你安怎惯势讲啦吼，无法医是教会内底较惯势安尼讲吼。好，咱搁继续看咧吼。甘牧师讲吼，甘伟林吼，应该是甘伟林牧师吼。咱之前讲甘伟林这个牧师，你一定爱捌啦吼。啊，你若毋捌咧，你再家己 Google 一下吼。看有，因为甘伟林牧师甲荷兰时代的一寡文献甲翻译出来吼。当然本来可能是荷兰文嘛，也翻译做英文吼。你若有兴趣看荷兰时代历史，你当去看甘牧师所翻译的一寡字吼。写甲足真少吼，迄当阵办教会啊，偌侪学生来读书啥吼，拢写甲足清楚吼。好，咱继续看来，看有10:18分，看有啥物阻挡的代志，有啥物好法度通互教会兴旺是真好。总是咱毋通袂记得即号兴旺，拢是上帝赏赐，所以教会着怎样，上帝才欢喜，互伊兴旺吼。意思讲，毋通靠人要互兴旺啦吼，就是上帝赏赐，你才会兴旺啦吼。第七条我要讲啥？好，咱继续看，咱对头搁开始看吼。甘牧师讲看有啥物阻挡的代志，有啥物好法度通互教会兴旺是真好吼。总是咱毋通袂记得即号兴旺，
拢是上帝赏赐吼。即号、迄号吼，即嘛吼，咱已经惯势拢讲即号、迄号吼，甲 HO 拢讲做即号、迄号啊吼。啊，但是你若实际上是伊应该是即号、迄号，号就是你若要写汉字，就是号码迄个号，号码迄个号吼。即号、迄号就是这个那个吼，华语讲这个那个。啊，但是伫台语内底是讲即号、迄号，而且即嘛已经佫已经算，即应会使讲是蓝音嘛，就是音变啦吼。你若学过字语，叫做音变吼，就是发音的变字吼，就甲号就是迄个送气音排发嘛，所以大家都讲即号、迄号安尼吼。咱来看一下台语大词典有吼，先看即号吼，即第四声号，第七声吼，即号，你看伊有写其他腔口是即号吼，这是其他腔口，毋是蓝音嘛？应该嘛，就是蓝音的意思嘛，就是音变嘛吼。即种迄款吼，即个吼，拢叫做即号，或者是即号吼。所以你若听人讲即号、迄号吼。就是即个即号、迄号，然后伫即个讲教会部内遮是用写即号，但是意思就是人讲即号、迄号相款意思。吼，即号是头号，即号比别号较歹吼。即拢是 diss 吼，即号到底是啥毋知嘛吼。啊，另外比别号较歹，就是这个比那个比别的要不好吼。即号迄就是即种嘛吼，即款嘛吼，毋是讲一定是号码啦吼，所以你毋通当作是讲号码吼。好，即号人，即落就即落人，即落所在吼，这种人这种地方吼，即落天吼，即落天绝对听人讲啊，即种天气的意思就是安尼，即落天吼，即落天，即落雨哩吼，这是原文一寡例句。小学一下，好，即落吼，伫遮咱学起来吼。啊，我相信绝对毋若是遮会出现即号啦吼，一堆所在出现即个词以后，拢我都袂阁加讲吼，你知影着。好，所以呢，到咱继续看咧吼，10:22分，阁有几分钟啊？咱继续看咧吼。教会公布第5期第3页。正秋平第1逝，所以教会着怎样上帝才欢喜，互伊兴旺吼。我拍算有一项要紧，就是教会常常着感伊的因教会常常着感伊的因吼，教会常常着爱感因啦吼，感上帝的因啦吼，即只因就是。感恩的恩吼，啊，另外一个发音是叫做音吼，可能是白话音啦吼，一个白话音，一个读写音吼，感恩可能是个读写音吼，感恩是白话音吼。好，所以讲啊，教会着爱常常感谢上帝啦吼。上帝的恩典吼，即只个用因啦吼，恩典吼，实在有大吼。有大显出伫咱中间吼，上帝恩典实在有大显出伫咱的中间。伫10多年前，即台湾全是黑暗的所在吼，意思就是讲，咱爱感谢上帝吼，已经足侪人信上帝吼。你看，伫咧10多年前，即台湾全是黑暗的所在嘛，就是还未信上帝嘛，所以就黑暗。意思就是安尼吼。但已经有30外间的礼拜堂吼，因传到遮已经185年，已经有30外间的礼拜堂啊吼。有1000外人领受洗礼吼，信徒已经有了1000外人吼。一开始伫咧南部教会即只当然就是马雅各因来遮一个带安尼嘛。而且佫发生教案，啊，佫去互人迫害就对啦吼。所以真无简单，即嘛有1000外人吼。
有大学、有中学，也世界有真好诶机会，通引带人来听咱诶主耶稣诶福音吼。读到遮的时阵，我袂记得拄则讲有拄则咱著讲牵讲迄个要离婚迄个翁仔某，迄个翁佫牵世俗人吼，牵咱台语讲讲你的夫人人，就是讲你的某会当讲叫牵手嘛吼，这是足好听的一种讲法吼。这阮牵手吼，我细汉的时阵听阮爸因阮咧开讲的时阵，拢安尼讲吼，这阮牵手因牵手安怎吼，拢是用牵手即个词吼，是足接用的吼。无人咧讲老婆的啦，有够歹听吼！你若咧华语讲老婆，我感觉实在足无水准的吼。牵手吼，以后你著讲牵手吼，莫讲讲我老婆吼，够歹听，我歌人个水准也足低吼。好，上帝恩典实在是有大显出伫咱的中间吼。伫10多年前，即台湾全是黑暗的所在吼，但已经有30外间的礼拜堂，有千外人领受洗礼，有大学，有中学，也世界有真好的机会，通引带人来听咱的主耶稣的福音。毋通看入后日的事吼，毋通挖靠家己的拖磨吼，就是免去烦恼讲上帝袂互教会兴旺，或者是讲挖靠本身家己的拖磨吼，就是挖靠你本身骨力做就对啦吼。即个拖磨就是安尼吼，意思是安尼吼。心着平安欢喜吼，你若有感恩，你颠倒你袂去烦恼这，你着平安欢喜吼。所以这是你看咱教会林牧师讲话就是真正教讲吼。你头前迄寡人拢咧讲一寡做安怎做就安怎做有无？大家拢咧烦恼教会袂兴旺，着安怎做讲一寡着安尼做，着安尼做讲啊一大堆。你看人教会林牧师毋是安尼讲的吼。所以我足介意像因真正有好好读圣经，有理解上帝道理的人，因所讲出来话，真正是你会互你感觉心情足快活、足轻松的吼。迄寡教会内底有诶，你看就是伊个爱做安尼做安尼吼，你着听心头较艰苦。我若对恁安尼无教会吼，我心头较艰苦的。好，伊讲啊对吼。毋通挖靠你的拖磨吼，心着平安欢喜吼，搁为着咱已经所得到的吼，大家着学了感谢上帝无煞吼。像安尼的表达方式，伫咧基督教内底定安尼讲，咱着爱学了感谢上帝无煞吼，无停煞啦吼，无煞意思就是安尼。我袂搁早了吼，这事。10:27，搁剩3分钟，所以我着到遮啦吼，拄啊好到遮一段，遮空一段空白吼，这另外一段。甘牧师的话吼，真好听啊，真人感觉真好吼，真有启发性，而且嘛是真好的引带吼。我无一定讲你一定爱去教会，但是像安尼的道理对你人生吼，其实是足有帮助的吼。你着较袂去烦恼，你烦恼当烦恼啥要创啥？你敢有法度因为你烦恼，代志就会改变吗？绝对无诶吼。所以熬烦恼诶人其实代志大条吼。你拖磨你本身诶性命吼。好，咱莫继讲，这是宗教信仰诶部分。好，到遮10:28，好，我甲各位留起来台下顶要开讲诶，会当来开讲一下吼。Invite to speak，做你讲袂要紧吼，咱虽然咱有录音，你若毋惊录音，就继续讲啦，袂要紧。咱就继续录着袂要紧吼。而且我甲各位讲一下，就是咱 YouTube 有直播诶迄画面吼。我看即嘛有2个人咧看吼，但是有直播，我诶意思就是讲全世界咧看啦吼。开讲诶时阵较注意吼。好，
拢无人有要讲话哦，无人，还是有啥物建议，还是有啥物问题，还是我拄则讲的，你感觉你想要echo的，还是有讲的插着你的心，你感觉诚感动，还是讲拄啊好，较早阮嘛捌发生安尼代志吼，还是讲较早我捌听过阮爸母安尼讲吼，即个用词实在是真互我想起足侪代志吼。我昨我学着一个字叫做“鬼”吼，“鬼”这个动词。拄则安平遐的确有那个有迄字我看无，是哦。本来要邀伊起来甲我解说一下。伊写我看嘛，内山市教会吼，目沙哦，伊讲是目沙半马公安拿甲公安拿，即是空安拿甲公安拿啦吼，意思是这四个教会啦吼。我毋知吼，内山四个教会。你讲嘿？我听大家分享一下，这拜六礼拜吼，我看迄个1932年的迄教会公报吼，是迄个巴克利牧师伫迄个高山湾读成的时阵吼，讲道吼，我看我足感动的，大家若有兴趣，用去找来看一下。高山湾是台湾迄个一个足先进，即主要足先进的治疗泰戈的疗养院安尼。哦。伊去遐录成的时阵遐讲道安尼，教会公报1932年。OK， 是就是进前你讲的啥物个身疗养院是毋是？敢是即个？啊，毋过巴克利因是南部啊，所以我应该是记毋对啦，毋是即个。你讲的迄个地名？叫做乐山园，或者乐山园第八里啊。第八里。会请巴克利去种德安尼。哦，所以就是其实我嘛毋知影乐生伫倒位哈？乐生疗养院伫倒位啊？乐生迄是日本。敢有人知？乐山疗养院，你讲的是毋是迄个新增迄个哟？就是大概进前新闻有足大迄个啊，迄个疗养院啊。迄个新增啊。伫新庄啊，所以含。乐生疗养院伫新庄，乐山园伫迄个八里。所以无共啊吼，无共，我歹势是无共的啦吼。啊，拢是收迄个台高边的啦吼，台高边就是较早我袂记啊，因安怎讲啊？麻风病啦吼。嘿。乐生是就是交社会隔离啊，乐山园迄个地灵修医师开的一间啊，伊是吼台高边的人会用个在内面生活、做餐、饲鸡啊。还有社交有信用安尼。是。感谢是安平兄哟，我无注意看，感谢。你讲歹势。内先疗病院吼，我并毋知安怎讲，就是伫新庄迄个啊。我伫正读册的时阵，到今伊拢一直有人有志工去去做事工，就是讲这个疗养院爱留着。因即摆佫有一寡报道讲用台语啊来去解说，讲这啥物，就是有结合啦，就是因的运动到今拢无继续讲咧，拢有依持。佫有我想讲吼，我伫即个缺类有放一个赖群组，就是讲惊大家无毋知规房的时间，就互相通知。你若愿意，会使加入去即个这是毋是叫假条啊？是，我知了啊。这搁再讨论吼，莫讲这。搁再讨论，好，歹势。好，感谢安明兄你甲咱介绍这啦，因为我都毋知影你讲的迄个疗养院啊，就是伫圣经内底讲迄个，巴克利办圣经的翻译是叫做台高病吼，所以你若知影麻风病。大概是安尼讲的吼。好，那有其他的人，若无我就今仔日就到遮啦吼，我就要来关房咯吼。我知影楼骹的人可能有的人无方便讲话吼。好，我来关房，要来关房，我实在是袂晓。多谢安比。好。